做清清彩彩，伫欺负人身上，你就受着伤害。你甲看，我无袂甲你讲的吼。我唔知影这么严重，所以我两做靠伫伊身上，然后啦，只要是异性，碰着伊，我就心啊这么跳，上气也袂喘气。虽然这么严重，虽然你毋是人，但是你也是女性，你将你的这个名字放在人上的身上，就如同你甲伊灵魂合一。当然，明将其他的查某囡仔踏着伊啊。王妹，你跳清楚。我知影你袂爱听我讲话，但是我甲煞心带你要求了后，我就没有你做人啊！你敢要求，你要互我做人？这个后家，伊敢哪做不讲的？伊讲，你只要将灵珠放在这个人的身上100天，第100天的时阵，你去土倒转来向你，你定就变作真真正正的人类。哪有这样啊？哪呢？伊本来互我迄件咱全部重要，伊灵珠用我，伊敢会安怎？你灵珠即马放在伊的体内，时时刻刻拢咧伫咧甲医治。100天到了后，伊的身体嘛平安无事啦。太好了！只是，王妹，阁有我袂甲你讲完，这是好的代志。但是若歹的代志就是，一个灵珠踮伫咧100天内，灵珠搁再受到损害，也若无灵珠若歹去，你不但灵珠变做人类，100天后，你会死。你敢真正确定？这个查某人会踮伫咧100天的时阵，把灵珠献互你？我唔知影，也毋过，我愿意试看卖。我想要做人，既然我已经找到伊啊，我无试，我一定会为含终身。就算100天了后，伊甲灵珠献互我，伊嘛爱我，安尼嘛袂要紧。我会用这个在打拼，会用这互伊全心全意来互我。我相信。既然讲我记着伊，那咧去方便啊，就是讲我记着的，我这份的感情伊甲缘分，我袂放弃的。就算毋知影结果是安怎，